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以西结书28章20节到26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消失。人的一生终有一死，但是如何死，如何的消失，则每一个人都不相同。传统当中，婴儿出生满1个月就要做满月，1岁的时候要做满周岁。过去大概满了50岁就会庆祝大生日，这是大事情哦。那是因为过去的医疗水平不高，环境不佳，生存不容易。牧师的大哥3岁的时候，因为家中的小工带他，然后就不慎从脚踏车上跌下来，脑震荡就丧失生命。现在大概就可以医治了哈。也有人因为生病离世，也有人寿终正寝。更难以接受的大概就是意外死亡，因为来得太突然。就信仰角度来看，得罪上帝、远离上帝是最悲惨的一件事，或是一个死亡的方式，因为需要自己去面对苦难以及死亡的威胁。以西结书28章20节到26节，圣经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对我说话，他说，必朽的人，那你要斥责西顿城，要告诉他们，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，西顿啊，我要敌对你，人要因我惩罚你而称颂我。我一显示我的神圣，施行惩罚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我要使全城瘟疫猖獗，大街小巷鲜血遍流，敌人要从4面8方攻打你，杀灭你的居民，这样你就知道我是上主。上主说，轻视以色列的邻国再也不会像荆棘一样刺伤以色列，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至高的上主。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，我要把以色列从被放逐的各国领回来，这样列国就知道我是神圣的。以色列要坐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就是我赐给我的仆人雅各的土地。他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，建造房屋，开垦葡萄园。我要惩罚轻视以色列的邻国，以色列就能够享安全。这样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，他们的上帝。上帝要敌对那一些拒绝他、挑战他的人以及国家，更要使属他的子民能够回归，使他们得到安全。基督徒对于死亡其实是有很不同的看见。虽然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，但是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盼望，就是与主见面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8节，保罗提醒基督徒说道：然而事实上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这是要保证已经死了的人也要复活。因为死亡是从一个人来的，死人的复活也是从一个人来。
正如众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跟亚当连结，同样众人的复活是因为他们跟基督连结。不过每一个人要按照适当的次序复活，最先是基督，其次是他再来的时候属于他的人，然后末期才到。那时候呢，基督要消灭一切灵界的执政者、掌权者和有能者，把王权交还给父上帝。因为基督必须统治，直到上帝打败一切仇敌，使他们都屈服在他的脚下。他所要毁灭的最后仇敌就是死亡。因为圣经上说，上帝使万物都屈服在他的脚下。那很明显的，这里所说的万物并不包括上帝本身，因为他就是那使万物屈服在基督脚下的。到了万物都屈服于基督的时候，儿子本身也要屈服在那一位使万物都顺服他的上帝，好让上帝在万物之上统御一切。人在世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，躯体仍然存在，但是灵已经不在了。基督徒相信上帝会将灵收回，因此亲近上帝的人就能够安息主怀，也不用害怕担心，因为上帝使万物都屈服在他的脚下了。基督徒的消失其实就是与上帝见面。离开上帝的人的死亡是消灭，从肉体、从灵性各方面都被消灭了。诗篇93篇，上主掌权，他以威严为衣，上主以能力为腰带，大地坚立不能动摇。上主啊，你的宝座自古坚立，从亘古你就存在。上主啊，深渊发出声音，洪流冲击怒吼。上主在高天统治，压倒了洪水的吼叫，胜过了海洋的浪涛。上主啊，你的法则永恒，你的殿宇神圣，世事无穷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，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时候，让我们不失望，让我们能够面对困境，归于基督所预备的家，不至于被消灭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